老吧。天天的炒的，这是放的。买，刚不弄我进东个家用。刚不弄我进东个家用一弄呢，就低。人家这样看着的，我姐的，你人家都给我拿姐，老。这今年头个脖子就腰。没得把头你讲了。错了吗？错了吧？啊。那谁在公家给地住啊？要包过了，干冬天包啊，我今天包过家，大家姑娘给人接人走。你今天，你对俺天讲好，今天。有提了嘛？提啊，我那讲领导嘛，就提都帮我接着。哎呀，等下我那个接嘛，我这当然哦，还过晚上去让就看得接不，配不。你要过节就么不让的，我那干多去。那么我知道了，还得人家买的，你买的得。本年，本年本年木月你要看比老吃个，照顾多点买哩，这个老你了，买了这个我长等钱的，然后我带我年的本年的小月那有的要，这有的，你看有几把来着，还比老啊，还比要老人家一些的，那本年去啊，那就去呀，那照顾多点的买老啥等呀，你买了还比老钱不弄了，你懂家是？哎呀，你别，都做做，把红高粱比点么？要幸福，你当然要幸福，要幸福。你看你是好的，我没听的。赶紧的，你给我钱，那你嘛，哎，都听了，这家伙，我怎么没？哦，姑子别把脚辣椒，辣的把脚，辣。妈妈咪，妈来。哎呦，哦，在龙哥了，打在龙庄。那现在个就龙哥来吧，这个你都得看我的了呢，没被你打老了，被你打老呗。你真老了。老没有？你老了。你给都老没有？我老来。你俺呢？这。啊？没这不？能够救俺爹嘛？咱们那锅。你不打掉？
我干的是老对摸了。Nó xài. Nó xài liều. Nó xài lên. gì có bữa tao nôn nôn phải chỉ lo